今日要睇一家好，下晝3點半咧，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咧，我係劉慧珍，慧珍吼，來到了拜一日哦，好空氣來報道，我聽下來關心到了個空氣嘅話題。今比係5月節咯，慧珍來先祝大家了過節快樂咯。對了個5月起是有播出嘅了個17家內列後先，來關心到阿美莎新心靈嘅空氣，同大家來講到了個外在嘅保養重點啦。養全食，還有呢，甚至身體唔舒爽，會影響到嘅心情問題咧到哦。今比相關咯，我聽下來關心到了個中年嘅講到保養人哦，我用法來透過韓語來調養身體哦，來做到了個養生。今本日現場同歡喜為大家來倡導啲韓語是反共進然，意思來到啲現場咯。反共醫師你好，主持人哈你請過來嘅觀眾朋友大家好。好，今本日啊，倡導反共意思啊，來老大家來講到啲個韓語嘅一部分啦，吼，當到講中國人啦，吼，佢都會是知道講一啲係調養身體，係用一個韓語嘅方式，可能會天天咧，按一步一步來做一個基礎和搭配好來，用身體自然就會講下輕鬆下自然。講到一個講經驗起來講啊，嗬，一啲保養人哦，佢到嘅身體是會因為講到兩類些天體裏面嗬。冇耐嚟過後，會有動到嘅一個變化，講到一個身體嘅一個部分。頭先我咪有提到，之前咪有講到一個心理嘅一個部分。就咧透過講到韓語嘅角度啦，係講來大家來講下一啲經驗期嘅保養人，記得係從頭為入嘅前頭上來用嚟到。因為安尼嘅經驗期係對於安尼保養人都差不多45歲到55歲嘅之間有因個人嚟嘅體質冇強壯會引起嚟嘅天經嚟嘅時間冇強壯。因為天經嘅原因係安尼嘅卵巢功能慢慢退化，安尼嘅荷爾蒙慢慢嚟分泌不足，影響到本身到安尼嚟生育這個系統是慢慢是功能喪失。那同時呢佢也影響到安尼其他嘅內分泌嘅荷爾蒙分泌影響到心血管系統。然後影響到甚至會影響到安尼個消化系統。啲消化呢，同各方面全影響到咧。那種食欲會越來越差嘛，對不對？消化會越來越不良代謝越來越差，脂肪的堆積，點點滴滴，是講骨牌效應樣，骨也滾嚟去，血球滾就睇就睇。安尼講，平常時有下少用心掉咧，留心掉咧，注意吧，又話實際問題是下少掉。你講到呢個平常時是愛下用心掉嘅，自家來注意啊！嗬，你啱先講到咧，頭先講到45歲從網講開始咪有兩方面嘅一種問題。不過你從頭講啊，到你當個事情做之前，做之前而且先講係32歲開始來調養也係有關係。你當然呢個方式才講因因為你講身體有一條徵兆，像安尼。唔係講到更年期月經量多量少啦，不規則啦，也係講還有其他嘅問題，出咗一些人來看，你平常時你係講就情緒的調控是比平時下差一些，這個係上到要適應要轉變。要學習因為你等下後上來學嘅話，你情緒波動是比別沙下差，情緒管理比平人下差一些你到更年期嘅時候你可以用國語講悲傷欲哭嘅現象，憂鬱啦、焦慮嘅情形會比別沙嚴重。基本上按你哋講嘅話，話呢種更年期嘅一個症狀最常見嘅是乜嘢啊？情緒上嘅問題，佢最麻煩。你講到兩位講到提出點，你個心情嘅兩個問題，還有精神嘅問題。你心情到精神，到兩個後生嘅時間，你自家就會慢慢嘅來調整咯。唔好講強歡喜、強悲傷，也係從頭也係講嗌可能有的朋友佢咪知道，也有事情都變到心肝度。你都全部唔好一啲自家慢慢咧，天天來調整到最好嘅一個狀態。冇咁錯，基本上最主要是你個人的這個情緒的管控有沒有EQ 要高一點點，呢一點最重要，因為你生悶氣，你是折磨自己而已可以冇埋好處呢一點，而且你養了嘅話，你慢慢你嘅睡眠品質一定會
改变，因为你白天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要说做梦，你水下一些日常的你细透到同事之间啦，夫妻之间啦，还有小孩子的这个管理。贵下家都有啊，养下都也开始情绪累积堆叠到有啊，负面来，砝码越来越多，你生命的平衡里面，生活就在红海底下偏右啊，就是痛苦里面的指数就越来越高，所以啊，你可以调整，这个要慢慢的来去做调整，想办法吼，一件事情。有当到某强人的面向，比如讲，你做得上唔好的，你咪做得上好的，安样自家落去调整，球咧，你係20自家嘅力量應該做得調整過來，唔因為你身體唔鬆鬆樣半天，你到問題全部冇辦法改嘛。也有的人不過買眼鏡啦確實。门诊那些有啊不管给的重西差不多多是有的患者有啊，大部分是动眼球，有变得已经是某种更年期时开始有忧郁症，现在情形来发生是都蛮焦虑、忧郁，好比强迫症，大家对我情形表现出来些有啊。当然，他的生命本质就会变得一直往下掉。这个我想，你一个人生命这个本质往下掉，你的情绪管控没法下去啊，你会影响到你最亲近的老公。还有小孩子，找个人，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姐妹，按下都会把有啊大家跟着你受苦受累，所以讲你一天都会想好。但有的人啊，还有一个人就是好面子。当他发觉说他对某件事情很可有些就啊，他又放不下面子，他又唔肯到人沟通，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些就啊，该憋在心里面，来亲人来把就啊，真的会雪上加霜。所以讲最好等下奉劝大家就啊，如果奉骗的亲人之下吧，又要有闺中密友要有几个，或者说自己的家庭医师又啊，匆匆把自己的苦闷垃圾倒一倒。会比较好。所以咧是假使讲有几个好朋友啊，做得了讲也个心事嘅你心肝都有事情做得了好朋友讲，你系讲到老醫生講因為當好啊像老醫生講，醫生就做得上看啦，上來係也個身體嘅，應講嘛個你血行唔順嘅時節，可能會想辦法會影響到。咱樣嘅一隻心情嘅問題嘛，也即係講到韓醫來講應該未有。有啊，因為咧講在嗰啲用身體嘅心血管系統養有啊，最常見係什麼咧？心悸。心肝。心腸會撇不柴。佢跳到冇當穩有啊，有的人突然間發生那些事件那些有啊，佢會想到我到底怎麼回事了？想講會不會掛掉？會不會心肌梗塞？會死的會容易焦慮、壓力、緊張，天然就胃酸天然多，有天然時變成胃酸食道逆流，強下有啲係心臟嘅問題，又係胃嘅問題出啲，係咧心臟也係已經講到胃食道逆流、火燒心嘅問題。別講安尼情形就話，插來插去就話變得很交雜的，變得很複雜。反而且又給心理狀態就變成說很憂鬱，想說我努力了一輩子，這個時候我已經過係養尊處優，我享福一些，哇，你也懂我們這走語言，又會影響他的心理情緒上的一個負面。拄到安樣事情嘅時節啦，你設假來上辦法，頭先講到 EQ 設假可能係高到啊，韓國你屋下人應該未做得來留佢聽書下面。當然啦，你講其他你啊才做就其他男性嚟嘅朋友嘅朋友談到了要多關懷你的妻子，也多關懷你的父母，如果年輕的小朋友，因為我記得我媽媽有佢更年期些。那時候我還懂誰要19歲一點我20歲，對這個還不是很了解。可以很明顯就是剛剛講潮紅潮熱這個現象，佢記得我媽佢熱血些有拍攝要水體內熱血到嘅時節水到體內，熱到這樣子。那時候個煙頭有冇個冷氣，你感覺凍涼了有它還是熱到要躺地板，才會覺得舒服，然後脾氣焦慮，然後就開始翻舊賬。哇！我講可能不管結局發生過的事情，你們全部拿出來講一擺。什麼親朋好友哪些事情的好的壞的啦，他就特別會編戀愛事情出來所以講那個是很印象深刻的是安內經驗。所以講基本上安內家中這個成員來講，大部分一半是男生，一半是女生，對不對？老的。阿嬤級的阿婆嚟幾百，講媽媽嚟幾百，後生嚟下安年，後生係20幾歲的
兄弟姐妹好姐妹部分，或者是年轻的老婆也好，他们慢慢的都会经过更年期这个阶段。所以说我们坐在另外一半，虽然男性也有更年期哦，那是以后再说了哈。就以女生更年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哈，你厉害角度来看，所以多体会、多体谅，好，那也多学习、多认知，然后平顺的度过，那一家才能够快乐，才能够和谐。安样所以因讲到假使有俩讲，你讲袂安样面风、显风，安样动摇，你都可能睡到天来哈，安样这样做的，不也这样做的，下好睡的哦，这样因讲烦躁也得哦。从安样的前头来讲啊，除了解你来本行业看嘅门诊的也数量相当有多嘛？讲一个讲哈，还是蛮多的啦哈，因为只要妇女朋友去多了研究啊哈，去看让的哦，也系看微创看了，上细之后反映人家更年期的症状，按巡查时就可以要按做治疗。你也讲不管你也失眠，也焦虑、重要哈，它都可以不错的药物可以处理。不管你也该嘛该加维消散啦、甘麦大枣汤啦，也都哈。春可以帮助，也系讲你这个你石头跑掉哈，你都有插紧哈，你讲你有动作嘅两个风范哈，都可以调整。不过咧有一点要当注意哈，是每3人嘅体质讲真紧嘅，佢系冇嘛强壮嘅，哈，你体质冇强壮，佢做得跑嘅咧差，也系讲调整嘅方法。应该是没冇强壮，比如讲23年学佢会按用面风，不过佢面风佢可能会带能其他嘅咧镜头，咧是只按照看佢嘅体质了。系冇咁错，一般来讲，爱讲人嘅职业的经验吼，个看房家经验来讲的话，现在上吼，当然因为更年期哈失衡，它是肾虚、阴虚，哈，阴肾俱虚这样子。那阴虚来讲就是血虚嘛，肾虚就是它荷尔蒙，比如说肾脏的荷尔蒙各方面的分泌有没有这个影响干扰啊？包括妇女的这个荷尔蒙的雌激素的干扰。当然，底下系统就有动物性是细菌改变来那，好，面孔很急性期动压虫，我们说实在的，当然那个效率很高，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可能有该买子宫啦，或者是乳房的这个癌症癌啦，也系讲子宫颈癌，也都有个那种妇科的片。对，所以这个部分是讲按你小注意了管控上。是来个时间有啊，冲断啊，都要到医生密切配合哈。是的，时间冲断，医生咪啷讲，可能是几久，或天几久，都要配合好来。原则上哈，原则上一定要按应。啊，你中医的话是汗毛的困扰，啊，你下系统没进步，有所谓的大豆异黄酮，所以植物性的这个哈。还一点是讲，像你每地每盖，像山药啦、地瓜，了都系酸类系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的衍生物质。你也讲，按你饮食里面有啊哈。多摄取一点哈，除了它的纤维量比较高一点点，对你的肠胃道的消化蠕动有帮助以外，更何况对你的荷尔蒙来补充，有美就爆出。哦，系是讲到吼，你都部分假使讲是可以嘅，讲到用可以嘅方式来调养，当然讲前几年是上起来会较好的喎，然后嗰撒下来，你头先就讲到用板来食头是了嘅食嘅部分，讲你讲到头先嘅了嘅山药啦，也系讲头嫩啦，吼风头了都吼，全部是都好，上到也因为健康期，还有呢都嘅了镜头咯，家下先来聊下，家下就我继续来聊大家来讲到。